大家平安，请大家同齐来读今仔的启用文。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他用低调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减袂将万米嘛白白赐互咱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，宣判伊做义人的是上帝？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伊定罪？毋是基督耶稣，伊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，早坐伫上帝正面，在替咱祈求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妖恶，是善者，是危险，也是惨死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为着恁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，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。拢毋是离遮的一切的代志，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剩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也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也是将来的，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神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。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接着，请文豪兄弟带咱练习今仔的诗歌。以及伫线顶的众会友，大家平安。即时请咱用两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。头一首诗歌是圣诗222首，上帝做阮大大帮赞。这首诗歌拢总有6节，请咱做伙来读一解歌词来。第一节，请。上帝做阮大大帮赞，也做将来望，互阮闪避大影风台，引点安稳所在。第二节，全能宝座。阴下面，圣徒徛起安心，上帝圣手教业通靠，做阮稳当保护。第三节，正山犹未生出以前，世界犹未形成，你对永远就是上帝，久长不变无退。第四节，对你来看，虽然千年。亲像过了一暝，暗时一更，实在真短。一望念久就过。第5节，光阴在过，亲像大水，一直互伊流去。光明富贵，宛然迷茫，实在拢是空空。第6节，上帝做阮大大帮赞，搁做将来望。拄着艰苦，求你照顾，做阮永远问候。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6节来。上帝做阮大大帮赞，也做将来望，互阮闪避大影风台。应点安稳所在。第2节，全能宝座阴下面，圣徒徛起安心。上帝圣手教业通靠，做阮稳当保护。第6节来。地做阮大大帮赞，
首诗歌，请咱献开圣诗322首。我情哪样失迷？这首诗歌有4节咱做伙来念一寡歌词来，请咱现场来请。我情哪样失迷？调我懒散去说，牧者的声我无要听，无爱缀伊去行。我情若囝放纵，无爱徛起家中。天父的声我无爱听，爱要四界去行。第2节，牧者找羊底，爸也找伊囝儿，经过济济深偏旷野，爱要找我伫遐，找着我险要死，了我精神失去，伊就可怜将我来背，救我毋免失迷。第3节，牧者就是耶稣，做我救主保护，留伊保护，洗我污秽，救我脱离死罪。第4节，赞我活转骹步，带我来行正路，带我托我，搁入羊寮，引得羊饲袂枵。我情离开羊群，辜负牧者大恩。我当爱听牧者的声，欢喜调来徛。我情虽然不孝，做我放纵去走，当爱顺坦听我天父，应点天父的家。咱做伙来。我情若有是迷，调我懒散去说，牧者的声我无要听，无爱缀伊去行。我情若惊放纵，无爱行去家中。天父的声我无爱听，爱要
线顶甲离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当咱同心自执来到主的圣殿敬拜俄罗伊，请奏乐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，主啊，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。兄弟姊妹，请大家起立，同吟圣诗222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请大家同心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爸上帝，你是早之地、现在之地、永远之地独一真神，阁是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。我要伫帮中学到你，伫万民中感谢你。你的信息流传到万世代，你的慈爱包过遮的天。阮的心灵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溪水。
恳求圣神教示阮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恳求主按耳孔来听阮内心的祈求，帮助阮找找起初对你的疼，修正阮偏差的脚步，互阮无离开你稳定的道路。因为我是你草场的羊，你是阮正人的大牧者，阮的稳定甲阻碍，因为你来得到阮的生命。经历主奇妙大作为，来建立阮正人的生命，会当来军队学习救主耶稣基督的脚步，直到永远的主过来。伫这个冤巧白力甲病毒冲向的世代，虽然阮经过生命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主你的伫你的管，甲阮同在。你阁带阮伫安静的水边，互阮有换新的气力，也点着阮正人火热的心，继续传扬上主的公义甲仁爱。互阮的台湾，因为上帝正做社会政治的引带甲误盲。只是也恳求天父赐下安慰的灵，失去亲人的遗嘱，也保守伫厝静养，也是伫病院治疗兄弟姊妹。因阮知，伊无都甲阮做伙来到主的圣殿，互因的心灵、肉体拢会当得到圣神的医治甲充满。伫即个宗教改革纪念主日，阮特别要感谢谢大必牧师来到阮教会培灵讲道。只是特别恳求圣神高化谢牧师，因带伊传讲主的信息，互讲的甲听的当受圣神的感动。愿特别接纳阮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。这时，请大家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亲像伫天灵。我的死，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昨日带阮入日市，就叫阮脱离伊的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妹，兄弟姊妹，请坐。煞只，请大家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。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果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启用文58篇，罗马书第8章。我来启，兄弟姊妹来引。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正人牺牲。这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。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伊定罪？伊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
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也是将来的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今仔的经文是要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第15章11节到24节。路加福音书15章11节到24节。现代台语译本是记载伫新约圣经173页。何修本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118页。请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耶稣阁讲，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细汉的甲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应该得的财产，请你分予我。”老爸就将财产分予因2个。过无几日，细汉囝将所有得到的全部财产，拢换做现金，然后出去真远的所在，伫遐放枪，钱乌白开。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，拄好迄个所在发生大饥荒，伊才知欠亏的艰苦。伊就去互迄所在的一个人请，迄个人叫伊去园里饲猪。伊犹甲想要摕猪咧食的豆腐煮鸡，毋过连即人嘛毋互伊。后来伊甲醒讲。阮老爸有遐尼济请工，因拢有米通食，佮食到有剩。毋过我伫遐得要枵死，我要起来，转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得着天，嘛有得罪你，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。伊就出发转去老爸遐。伊伫因兜枵真远，老爸就看到伊心情毋甘，赶紧惊我去甲伊揽着，直直甲伊针。囝就对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得罪天，得罪你，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。”毋过老爸甲仆人讲。赶紧遐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，甲伊挂手指，佮甲伊穿鞋，煞牵迄只肥的羊仔囝来抬来庆祝，因为我即个囝是失去，有我失落，有个得到，因就开始庆祝。愿上帝的话成做咱日常的帮衬。刷着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是：我主是我的牧者。
我的牧者，伊知影我所欠缺，想使我大学有教业，互我有通专心信靠伊，带阮到安静的水边，阮要跟缀伊的脚步。今日感谢谢台北牧师来到本堂，伊今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是：从远方回家吧。靠牧师来为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主以及牧师的安排，我有机会通今仔日三甲做伙伫主日咱来敬拜上帝。较早读神学院的时阵，一年级若无去见习参观教会的时阵，拢会来到咱树林教会伫遮来做礼拜吼。所以感觉非常的亲切。咱即摆是因为一年一摆的宗教改革纪念日是明仔载吼，所以咱提早伫昨暝今仔日，咱拢三甲做伙来通过培灵，搁一摆帮助咱来思考咱的信仰。特别昨也有讲到讲，应该爱改革的是啥物人？咱会这拢知影，应该是咱家己本身做起。其实咱拢有真侪咱家己所毋知影，咱看袂到，咱来通过圣经亲像物件，通过圣神的提醒，帮助咱去看见到咱的问题。通过安尼，互咱搁一摆倒转来伫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咱昨讲到真侪有关圣洁的即个主题，咱会感觉讲，伫即个时代败坏、世俗化的时阵，要讲到即个圣洁是愈来愈困难，也感觉有真侪的挑战。总是，这是上帝的话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伊期待伊的囝儿嘛，甲伊共款是圣洁。所以圣经讲，若无圣洁，袂当见主的面。那安尼来讲，即个世界所有一切，拢毋是咱爱抵御的，咱爱赢过遮个挑战，咱按照即个上帝伊的心意来跑走。所以今日接续，咱要用对远远的所在，转来厝。即个厝是天父上帝的厝，是咱大家的厝，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。咱甲上帝会通永远做伙的一个所在。讲到即段，咱台语版是讲失落的囝的譬如吼，华语是讲浪子的比喻。大部分的版本是安尼，咱拢真熟。可能还袂讲，咱就知影讲牧师要讲啥吼。可能咱嘛已经听真侪摆。我拄则现咱面顶即个公用的圣经，敢若即张吼，后面有画线吼，画红字吼，红线，写讲即个死搁活吼，即个失去搁得到即段吼。表示讲应该是真侪牧师讲过吼，所以咱可能会感觉讲，咱华语讲无感，咱亲像读起来就无啥物感觉，会晓背，嘛会晓讲。毋过拄则我听咱的师会王长老读到落尾，我感觉伊有感觉，我感觉伊心有互即个经文感动着。咱应该就是爱安尼。来看咱作息的圣经，若无有可能，咱就是会跳过。两位兄弟，既然是上帝是各真各活的上帝，咱讲是旧约佮永新，真实的经文，较早的经文，上帝依然圣神做工，对即个时阵的你，依然继续要做工，继续要讲话，继续咱有真侪的启示佮帮助。所以咱昨有讲到讲。基督徒甲教会有可能上界大的罪是毋信，咱是信仰的团体，咱就是信，才做伙坐伫遮。总是有可能咱是毋信，因为咱看圣经，
咱看哪看咧，但是咱会所行所做，并无真正相信会照安尼去应允，照安尼去实现，照安尼去做。所以有当时咱激活，咱无注意，无要紧。这段的经文，我望搁一摆，咱用谦卑的心，咱用拄则咱信仰个别讲，我信，咱信。信这段经文所讲的，甲咱有关系。咱来看这段经文。除了现代中文译本，伊的标题是叫做“恁族的老爸毗卢”以外，其他的版本拢是用“龙子失落的囝”。所以递到咱会掠准讲，这个失落的囝龙子才是主角。毋过另外一个大汉后生嘛是主角，嘛是需要倒转来老爸家的所在的一个人。所以应该是主角是迄个接纳这两个囝转来的恁族的老爸才对。所以咱望看过这段经文，搁一摆咱来学习。咱知影看圣经的时阵，除了了解到底这段经文原本迄个时阵的背景是啥物货，是安怎伫迄个时阵耶稣要讲即款的教示，有啥物款伊特别的主题，伊的意义是啥物货？咱来通过真侪的研究，来了解背景，来即个咱讲释经吼，然后才会通了解迄个重点。除了这以外，咱爱搁较要紧的是，这段经文甲咱有啥物关系？咱来连接做伙，甲咱即个时代咱的教会有啥物关系？咱要怎样来去实现应用伫即个咱的生活中间？所以伫阮教会，我嘛有推动即个 QT 吼，期待每一个兄弟看经文了后，你爱将我特别中集内底吼，拢有逐工拢有无共款的人轮流来分享。即段经文你看了，你家己莫看圣经的标题，你家己要怎样将即段经文，你家号一个主题，然后你看了你的心得是啥物，甲写落来。再来，你爱想讲，那安尼即段经文，你要怎样伫你的生活中间，甲伊应用出来，拢总会通伫遐来分享。所以咱嘛爱想讲，那安尼到底即段经文内底，咱是即中间的什么人，什么角色？当然有可能咱会想讲，绝对毋是迄个龙子，我绝对无可能是即个龙子。总是敢真正是安尼？你会讲，可能我无老爸，无财产互我，若有互我，可能你会想讲，我嘛袂戆甲。做一下拢总甲开了了，你嘛会想讲，若开了了，我嘛袂离开故乡去到远远的所在，或者是讲我袂遮尔凄惨，去到猪做伙要食抢物件食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毋是即个龙子，我毋是即个失落的囝，所以我就甲跳过。所以15章3个有关系，譬如失落的羊、失落的钱。失落的囝，咱甲跳过去，甲我拢无关系，因为我已经得救啊，我毋是迄个失落的。总是各位兄弟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大先咱要来思考，伫遮讲远远的所在，到底是指倒位？可能若照圣经讲的吼，即个龙子失落的囝，对老爸遐得到财产了后，伊将遮财产拢卖掉。换做钱嘛，较方便砸，然后砸去到伫远远的所在，伫遐来汇兑吼，伫遐来开了了。迄个远远的所在，可能对地理位置来讲，咱台北可能是去到屏东，去国外、去美国、去澳洲等等，所有的有可能足远的所在。但是，各位兄弟，咱来看到安尼时阵，安尼无够深入。咱来进一步用信仰的角度来思考，到底若伫信仰顶面，即个远远的所在，敢真正只是咧甲咱讲，去到离台北足远的一个所在，安尼尔尔？若是安尼，可能咱会感觉甲咱无关系。伫信仰顶面，即个远远的所在是指，你已经离开上帝远远啊，是指你
反背上帝，你是离开逃闪上帝远远。所以，位兄弟，若安尼来讲，是毋是有可能你是即马住伫远远的所在？你人坐伫树林教会的会堂，但是你可能已经早就住伫远远的所在，你毋知影。譬如讲，咱看圣经知影讲，领受到上帝旨意是啥物，咱知影。咱嘛知影讲，上帝对咱有一个真好的安排，但是咱怀疑啊。咱感觉讲，敢有影安尼？敢有影安尼？圣经安尼教，敢有影真正咱安尼做，会得到即款的结果？咱无愿意去顺服的时阵，咱就是离开咱的天父上帝，去到远远的所在。有可能你无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，遵守迄个命令的时阵，你嘛是离开上帝，去到远远的所在。你的生活可能拢是为着家己来活，所以你拢用家己做主。若爱你选择，可能你爱去你兴趣拍球，比来聚会较要紧。兴趣什物所在，比来服侍较要紧。所以伫选择顶面，你有可能是用家己最中心。你有时间了后，剩落来才互上帝来教会服侍。这是讲咱讲我退休了，较有时间才来服侍，等等这个拢是用家己做中心。安尼时阵，你有可能就是已经离开天父上帝，去到远远的所在。真侪人认为讲，伊毋是迄个失落的囝，伊是迄个拢是伫厝里陪伴老爸，甲老爸做伙迄个大囝。总是各位兄弟。你知影无？即个大囝人是甲老爸住做伙无毋对，但是伊的心早就已经离开老爸去到远远的所在。咱哪会知影？因为你看伊，拢无了解老爸的心意。当即个失落的囝转来的时阵，老爸所做，伊拢总无法度接受。伊掠袂着老爸心内咧想啥。咱看到伊。有啦，有替老爸做真侪代志，但是伊毋是真心出伫心疼老爸的心，欢喜甘愿来做遮个，所以伊才会兴奋讲：我服侍你遮久啊，连一只羊罚我都无，甲我的朋友做伙欢喜。即个龙主转来，你着太牛。所以伫遮咱看到即款的心态，就是咧甲咱讲，平常时伊的做是表面的。伊只是咧尽伊的责任尔尔，尽一个做后生的责任尔尔，毋是出伫心内。所以无论各位兄弟，你是甚物款的情形，比如讲咱即摆家庭，真侪人拢爱用手机。我毋知恁兜有安尼无？也是讲咱看真侪伫餐厅咧食饭，家庭咧聚餐，但是真少咧互动。菜了后，一出菜真特别出来，大家安那手机摕出来翕，翕了就开始摕出来食了，食无两喙，就开始甲拄则翕的去打卡啦，去 IG 分享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拢压头咧滑手机，心有做伙无？心无。等到你会感觉讲，你甲什么人较亲？甲你可能住伫美国。住伫迄个即个英国遮个加拿大遮个囝儿较亲啊，因为因甲你用视讯佫会讲话，但住伫身躯边个较罕你讲话，大家拢咧滑手机，拢活伫世界，活伫手机的世界，有可能无？安尼住伫一间厝内底，心有做伙无？无，所以伊可能嘛是住伫远远的所在。所以无论你是大囝细囝，只要你无相信上帝。只要你无信靠上帝，只要你无顺服上帝，代表你就是已经住伫远远的所在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要安怎来检验你到底是毋是住伫远远的所在？你是毋是住伫远远的所在？
其实咱常常伫不知觉的中间，咱就已经离开老爸去远的所在。有当时可能是咱知影超过伊，亲像即个浪子共款，超过伊甲老爸讲：啊，你都还袂死，但是我爱财产，爱互我，分互我。照咱想要爱的计划，去到远远的所在，过咱家己的生活，厝无好。所以咱想看觅咧，是毋是有当时，咱伫咱的困境内底，咱有甲上帝求啥？讲上帝啊，我感觉做基督徒，绑骹绑手呢。咱讲真理，互人得到自由，敢若无呢？规定遐尼济着，是毋是会当小可较放松咧？互我较侪自由，莫互我有限制。啊，我想要做啥吼，就想要做啥。我会通满足我的欲望，啊，我有爱要做啥物货，我会通去照我的意思，安尼好无？上帝啊，是毋是会当互我即个世界所有的快乐？满足我所有的欲望，因为这个世界追求的是暂时的快乐，暂时的快乐，特别即摆少年人，咱昨毋知有看到新闻无？我早起才看到，韩国梨泰院，那亲像咱的西门町共款吼，少年人最爱去的所在。咱知韩国有足侪是迄个爱爬行的所在吼，迄个斜坡。所以，足侪人伫遐聚集，足侪少年人伫遐要庆祝迄个万圣节。所以有人跋倒了，对顶面一直那像滚雪球安尼一直，那亲像爬到2楼悬啊，人爬到2楼悬，149个死，76个着伤，伫遐咧敲找迄个。一时的快乐，咱讲乐极啊那生悲。更较互咱感觉艰苦心的是，当遮的救护车、救护人员伫紧急救遮的受伤的、死亡的遮的，咧处理的时阵，你看到足侪迄个咱讲丝带吼，伫迄个尸体摆伫遐，迄个场面，佫会通快乐落去。遮的少年人继续伫遐。唱歌伫遐跳舞，伫遐咧欢呼，无管遐个死伤遮尔侪人伫遐咧救，迄个画面，互咱看甲咱感觉，到底即摆个人到底安怎？迄个破病到即个严重，所以咱是毋是有甲上帝安尼求？咱甲上帝求讲，即摆我即个位无好，无够悬，无够有权，互我搁较悬好无？互我提升一下。吼，厝内底我讲话拢无人要听，互我会通小可吼，安尼一个吼，都有人会有动作吼，会惊安尼。啊，毋知咧偌好，会通看我的目色就知影讲，我啥物意思？我有较侪特权，较侪权，但是免负责任，啊，毋知偌好。哦，即个若有好的名声，毋知咧偌好，主啊，互我较侪咧。这是人性，咱拢期待讲啊，大家拢甲咱看到咱就肃然起敬，啊来就甲咱拍招呼，啊咱做啥讲啥就甲拍谱啊吼，甲咱即个真受欢迎。那亲像即摆好酸林吼，哦，迄场面吼，咱讲定讲人来疯啦吼，真正你徛去你讲台顶，大家伫遐欢呼的时阵吼，你真正毋知影家己是人还是神吼，迄是会当互你迷失家己。所以我看到这是人性，但是你的生活若完全互追求名声所支配，你会变做亲像即个失落的囝共款，敢毋是？第五，你有可能变做啥？你求上帝，互你搁较侪财宝，钱拢逐个嫌较侪啊那嘛无够，对毋对？所以你对人生，啥物叫做成功？你的定义若是有趁真侪钱，住真好的厝，驶真好的车，才是真正的成功。那安尼有可能你到迄个时阵，你会感觉讲你已经离开上帝远远啊，去到真远的所在。啊，咱中间应该我的年纪以上的吼，真侪拢知影即个较早有真出名遮个，咱讲
真笑亏吼，演笑亏的遮个演员吼，啥物苦袂了啦吼，啊陶大伟啦吼，啊搁即个孙越吼，啊即三个即嘛拢已经离开啊吼。啊，咱知孙越叔叔，咱大家都知影吼，伊是真有见证的基督徒，啊嘛做真侪公益的活动。啥物人带伊信主的？陶大伟，对不对？吼，陶喆的爸爸吼，陶喆少年人较有感觉吼。啊，另外一个叫做方正，啊方正伊是咱讲大馒头啦吼，伊真够唱歌吼，啊嘛会晓主持遮个节目啊，搬戏等等遮个吼，大家真受大家欢迎，真红。总是当伊当穿当红的时阵，伊离婚啊啦。离婚的时阵吼，因为咱知影讲有名声、有地位的人吼，出名的人，若离婚吼，上惊伊的细囝伫学校安那，互人指指点点吼，讲东讲西，所以为着要互伊囝儿过即款的生活，所以伊就安排伊的爸母甲囝儿做伙送去美国生活。啊，伊家己伫台湾继续趁钱，因为当红当穿，哪会当放弃？所以因为安尼，咱知影讲，较早伊做秀，接真侪遮个吼秀吼，一场接一场，南北二路安尼做伙走，所以无时间去美国陪遮个囝儿。一年只有一摆，就是过年咱讲二九暝的时阵，伊陪去美国甲因围擂。迄个二九暝暗顿食了了，就搁拼倒来台湾。咱知影讲过年期间上爱趁钱的，对不对？吼，迄个逐个票困嘛，啊红包足济啊，所以一定爱开钱去看一下遮个所有的秀场吼表演，所以伊绝对无时间陪因。你位兄姐，伊的囝儿真思念，真需要爸母的疼，老母得袂着啊，老爸总是会当来陪因无，所以无法度满足的时阵，因就足迫切、足期待较无。所以伊的后生16岁，查某囝12岁的时阵，两个兄妹仔相招，将较早欠的遮个钱吼，去买机票，甲两个偷偷对美国坐飞机倒来台湾。因想讲来到台湾，一看到老爸看到因，会足欢喜的吼。结果无拍算，老爸无时间插因，因为当赶要去到伫骹球场做一个骹球比赛开幕的主持。所以就叫司机送因去倒，去伊的情某的厝。总是即两个囡仔甲伊的妈妈无感情啊，甲爸爸较有感情，所以也是共款，搁转去爸爸住的所在。但是伊爱逐工拢出门，爱去无用趁钱，无用表演，哪有时间管即两个囝？所以感觉足无方便的。所以叫司机甲因送去机场，甲因送转去美国。所以要离开的时阵，查某囝讲：“爸爸，会当你甲阮转去无？啊无，阮留伫台湾嘛好，拢总会使哩，只要会通甲你做伙，拢会使哩。总是即个方正，为着我影响你的工作，伊只好安那，只好咱讲狠下心，甲因送转去。伊有疼伊的囝儿无？伊内心其实真疼，真疼。”但是伊袂晓去表达伊的疼，伊认为讲趁较侪钱，互因开，就是疼因，互因伫美国过真好的生活，就是疼因，满足因物质的需要，就是疼因。2当了后，方正做生意失败啊，欠人2000万，所以恁若看新闻，知影讲有一段时间伊是互人通缉，互人通缉。伫即个通缉的中间，伊去到伫美国。去遐疗伤，伊伫遐去听着福音，去信主，信主了后，伊知影讲伊袂当做即款的代志，所以有一阵仔伊转来嘛，伊转来行孝，虽然已经过了迄个追溯期，但是因为信仰甲伊讲袂当做即款的代志，伊认捌上帝了后，伊才知影讲，哇，过去伊所做的代志实在是足害的。伊才知影讲，伊对伊的囝儿原来有遮尔大的伤害，开始想要弥补伊过去的伤害的时阵，伊搬去到伫美国，结果伊的查某囝
无爱插伊。啥人无爱插伊？因为查某囝伫2冬前来到台湾，老爸硬要甲送转去美国，迄个阵伊的查某囝的心就已经安那死去啊！伊知影伊对老爸失望，对答了后，伊感觉伊的心已经死去，无爱插老爸，无爱甲老爸讲话，所以18岁查某囝就搬出去外面住。本来住做伙，我甲你讲话就已经无机会，但是佫看会到，即马搬出去佫较免讲。无机会甲伊培养感情，即款的生活过2个月了，方正挡袂牢，足想伊的查某囝，2个月尔伊就挡袂牢啊！何况伊的囝儿较早安怎过？1年只有1摆离高暝会通看到因老爸尔，所以伊才知影讲伊原来过去是安怎失去甲囝儿看到因成长的机会。陪伴因成长的机会，有一寡物件，例如这金钱无法度取代；有一寡物件，你若失去了，你永远就无可能有个弥补的机会啊，袂赴啊。所以后来伊决定讲写一张6页的批，遮尔长。即个批的内容拢是咧甲查某囝讲，伊偌尔啊疼伊，咧表达伊对查某囝的疼。即张批写了。伊个查某囝伫迄年的父亲节敲电话互伊的老爸方正讲：“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”短短即句话，方正真大的感动，总是等6冬，等6冬才得到即句话。但是因为安尼，真感谢上帝。伊感谢上帝，互伊做生意失败；伊感谢上帝，互伊欠人2000万。虽然安尼，但是互伊得到真正的平安、喜乐，甲家庭的温暖。所以有人问方正讲：啊，你佫会欣赏较早过去迄种足清的、有名有利即款的生活？伊讲哪有可能？迄种的日子，即马想起来。佫互我感觉惊甲要死，哪有可能佫转去？所以伊就后来做牧师，世界伫美国做即款福音的事工，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标。你位兄弟，你有甲上帝求啥？求讲上帝啊，你知影我软弱啊，我一直做毋对，啊，你爱赦免我呢？啊，赦免我了，我阁继续做歹，啊，阁赦免我，互我较济赦免的问题。但是你将来无咧去原谅别人，别人小可得失你，扣分，记甲条条，无要原谅人。你是毋是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互我较济疼，但是你将来无需要疼的心互别人，是毋是有可能是安尼？各位兄弟，因为你敢若要求上帝。满足你的需要，所以上帝就当作你变做你的奴隶。那上帝要求你的，你却无愿意去做，安尼敢对？你想看觅咧吼？毋知你平常时有咧祈祷无？各位兄弟，有无？啊，你祈祷的内容拢啥？你会记得无？啊，若袂记，你甲记看觅咧吼，看累积1个月就好。啊，你甲看你会着一件。你咧求啥物货？求上帝祝福你，祝福东，祝福西，对毋对？你捌求上帝讲，互你做一个公义的人无？也是讲你不断求上帝爱保守恁全家大细，爱保护你。即抓要去佚佗，上帝保守阮平安回来。我的囝要去倒，保守伊平安。但是你有祈祷讲，上帝啊，你伫我的人生中间的旨意是啥物货？你有甲上帝讨无？讨显明，互你知影。你是毋是甲上帝求讲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互我得救啊！啊，我真正将来我若目睭开去，会通进入天国。啊，但是你将来无要分享福音互别人，你无要甲人讲福音的好处，无要参与伫福音的事工内底，你家己得救就好啊，别人甲你无关系。你位兄弟，安尼敢对？若是安尼的时阵，爱说你啊！我要甲你讲，你已经离开
天父上帝，去到远远的所在。迄个所在好无？弟兄姊，真歹势。即个失落的囝所去迄个远所在是，互人失望的所在。伊认为厝较歹，远的所在较好，但即马伊感觉毋对啊。是安怎？因为伊分财产，伊要去远的所在，迄个阵伊是用家己做中心，伊感觉遮无好，我要摕较济咧，啊去到远的所在，遐较好，欣羡遐，国外的月娘较圆。伊掠出讲安尼的时阵，当伊去到伫迄个所在，原来发现讲啊毋对啊，哪会差遮济？伊失望啊，要是老爸厝较好。所以弟兄姊用家己做中心，的结果就是带伊去到伫远的所在。但是这会佫带来一个足危险的代志。啥物代志？伊无法度提升你的地位啊！你愈爱人甲你尊敬，逐项拢用家己做中心。你若无够，袂当开始；你若无安怎，袂当安怎。但事实上，你愈安尼，人愈看袂起你，无法度提升你的地位，颠倒互人无法度甲你尊敬。用家己做中心，你佫较免讲想要荣耀上帝。你干那想要荣耀家己，你无可能去成就上帝的旨意甲计划，你嘛无可能对别人有任何的利益甲帮助。你会互你的心灵愈用家己做中心，愈空虚，愈遥饿，愈束缚你的生活，你会愈活愈坏，因为你拢家己看家己最要紧。这个拢是互你失望远远的所在。弟兄姊，若安尼，咱的题目叫啥？今日题目叫啥？对远远的所在安那？转来啊，转去厝里。遐若无好，转来啊，对无？咱定定甲囝儿讲，啊，你出去拍拼吼，啊若受着委屈吼，啊若无好吼，咱卖啊若转来厝里，吼，转来厝里，爸母永远欢迎你转来。你看。这个浪子，伊的这个故事，你看这个人，你有介意无？你感觉伊好啊，无好？无好啊，足自私的对毋对？一个无够成熟的少年人，袂晓想，毁灭家己的一个少年人，对毋对？但是你会发觉讲，到最后，伊无遮尔戆啊。伊无遮尔戆啊！伊知影迄个远的所在无好，互人失望。伊袂一直伫遐住，因为无物件通食嘛，财产拢开了啊，佫饥荒，所以伊知影讲袂当继续留伫遐，所以伊安那？伊醒悟啊！老爸厝较好，原来生一大年，也是爱转去。伊嘛知影讲伊毋对啊，无应该做即款的得罪天、得罪老爸的代志。然后伊嘛愿意安那负责任，因为你看伫圣经无写讲伊怪东怪西，对不对？怪遮的酒肉朋友家钱骗了，也是等等拢无。伊负责任，拢是伊家己毋对，所以伊就决定讲。我要转去老爸厝，但是问题是，伊毋知影转去了后会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老爸是毋是会原谅伊？毋知影，是毋是会接纳伊，还是甲伊豁出去？伊拢毋知影。但是毋管啦，伊已经觉醒啊，伊嘛悔改啊，伊知影讲老爸厝也是较好，伊决定就是要转去，转去才佫讲，所以伊有改变。较早伊敢若知影享受啊，对毋对？讨东讨西，就是爱要享受嘛。但即摆伊的改变就是讲，我要转去做啥物人？做老爸啥？请工。例如像这你知影讲，较早吼好野人吼，后生上大，对毋对？再来咧，路咧有大无？
无对毋对？但我甲你讲，请工比劳力较害，因为劳力还阁算主人家的一份子啦。你看圣经咧讲的有无？爱守安息日有包括劳力无？有啊，拢算厝内底的人啊，做伙啊。但请工是有可能随时互人解雇，爱离开啊。你甲阮的家庭无关系，但是伊愿意啊。伊改变，伊愿意转去做老爸请工，只要有机会，互伊服侍，互伊付出，伊拢无计较遮的。对圣经来看，咱看到即个浪子，伊对远的所在等于老爸遐，所有一切拢改变啊。伊家己先改变，伊知影青误，伊知影即个毋对啊，伊要负责任嘛，伊改变啊。伊愿意做请工，伊有行动转去了，伊的命运嘛改变啦，伊的人生嘛改变啦。因为本来烦恼讲，毋知影老爸是毋是会当家己接纳，但是咱看即个老爸，圣经所描写的，是偌尔啊仁慈咧。当后生讲要分财产，伊就随安啊，中文讲就啊种，台语讲伊就安那老。后生讲要分财产，伊就分财产，就照安尼做。真仁慈，伊拢无讲任何受气、怨言、害来害去的声音拢无。当细囝离开了后，伊就开始准备等伊转来啊！你知无？你看迄牛吼，饲甲肥肥肥，等伊转来。啊，即个后生真正转来的时阵，圣经讲。离厝要远的时阵，毋是即个细囝走转去厝呢，是老爸走出去外面甲伊揽，一个伫遐饲猪甲猪抢要食物件的，身躯敢有可能清气？应该是真太过真臭，对毋对？老爸才无咧插遮，甲揽的甲浸。你听这换做是咱会安那？看到伊，赶紧甲门锁起来，对毋对？也是赶紧转去内底摕一支棍伫遐等伊转来要甲修理，可能无？但是你看伊，甲老爸讲，我得罪天，得罪你，我袂堪你做你的囝。继续要讲的时阵，老爸我甲伊讲啊，交代萝卜赶紧将衫遐来互穿，将鞋遐来互穿，将手指。起来互挂，咱知影即个衫代表荣耀，鞋代表后生的身份。萝卜袂当穿鞋，后生才会当穿。手指代表宽平，会通指挥东指挥西。然后交代人抬牛，准备青草，要来庆祝。所以浪子本来阁有一句话还袂讲，对毋对？咱讲伊改变，想要做老爸，啥物货？请工，伊要甲老爸讲，老爸啊，我要做你的请工，对毋对？请你互我做你的请工，还袂讲出来。但是对老爸来讲，这拢无重要，因为拄则我讲的话线迄，伊的后生是死安那，搁活，失落搁得到，这比啥物较要紧？所以愿意将荣耀、宽平、囝儿的身份当中。继续互即个失落的囝儿，失落的时阵，还是伊的囝儿，伊无切断爸囝的关系。你听这对咱来讲真要紧，因为拄则我讲的，你有可能是任何一种情形，你无论是失落的囝，是迄个大囝，咱拢离开老爸远远，但是你永远是上帝的囝。所以，无论你即摆情形是安怎，请你会记哩，爱学即个失落的囝共款，爱知影觉醒，因为咱的天父上帝戆戆咧听候咱，改变咱的态度，改变咱的信仰的观念，改变咱即款无要无紧的信仰的行为，无热心、无小、无冷。所以，咱来要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通。诚做，毋是干那一直甲老爸讨东讨西啊！爱诚做互人的人，分享的人。
咱来诚做帮助人，毋是诚做人的ท็盖、目眶红、共主动，毋是。咱来诚做医治别人的人，毋是甲人伤害的人。咱来诚做甲人鼓励，毋是甲人闹开的人。互咱诚做会通贡献、付出，毋是干那要享受的。弟兄姊妹会记得，天父上帝已经甲牛传落好啊。有一场真大场的欢迎会，真青草，在听候咱转来厝里。对远的所在转来厝里，咱会记得遐无好。远远的所在是互你失望的所在，莫阁停留伫遐，赶紧转来老爸的厝，三脚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阁一摆通过阮大家拢真实的失落的囝认主老爸的批度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今仔日会通看见到，伫即个披露的中间，阮是虾米款的角色？伫中间，阮是毋是有亲像即个失落的囝，亲像即个大囝共款？阮已经离开你远远，去到伫互人失望的即个所在。主你帮助阮兄弟姊妹，圣神提醒阮。遐无好，阮爱搁一摆，知影阮毋对，阮搁一摆负起责任，阮搁一摆会通决定改变，阮要转来老爸的厝，因为阮知影天父上帝，你永远拢用你的疼来接纳阮，互阮搁一摆会通知影老爸你的心意是啥物，阮诚做你的囝儿。上要紧的就是爱明白老爸的心意是啥物，互阮亲像你共款，会通诚做圣洁的囝儿，通配得上帝囝儿即个名分、即个身份。主愿恳求你祝福阮，互阮伫今仔日领受中间，搁一摆会通得到你的感动，互阮会通照安尼去做。祈祷靠做名求，阿门。请大家起立来同齐吟回应的诗歌，圣诗322首。我情哪有失的？
问请坐，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。奉献时，请当饮献做活祭。请起立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大家同齐来念经句。我念一解，兄弟姊妹煞接念两解。今仔经句记12，启示录第2章第5节。所以就会记得你对大卫伫大乐着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。若无，我会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王位刷开。启示录第2章第5节。所以就会记得你对大卫对乐着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。若无，我会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王位刷开。启示录第2章第5节。所以就会记得你对大卫对乐着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。若无，我会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王位刷开。来欢迎，今仔有2位的朋友，一个是对南投来詹明慧姐妹，一个是对台东陈芳竹姐妹来台北陪朋友。欢迎恁来，请离附近的兄弟姊妹甲伊握手问安。而且我特别代表本会来感谢大稻埕教会谢大必牧师来讲道。唔知阁有其他新的朋友无？若无，请大家来关心本会圣工。拜五暗时8点祈祷会，欢迎兄弟参加。
11月6號禮拜日下晡1點要召開中級會，請中級半工參加。11月5號至6號，青少年團體甲保養的青少年攏總40位，要前往宜蘭參加生活營。11月26號暗時7點要舉行感恩見證會，請用周報頂端的 QR code， 也是指招待的報名，歡迎邀請福音朋友參加。平安，19世紀是歐洲美國宣教的世紀，直接嘛衝擊着因的大學青年人的反省。儕大學的學生參與佇個宣教的行列，這款的感動一直延續到今仔日。咱真感謝上帝，佇咱樹林長老教會中間，嘛有儕青年人參與佇咱的福音隊、宣教隊的中間。甚至參與佇個主日學的教學、少年團家輔導的陪伴。咱有一個兄弟，顏文仁弟兄，伊的囝子祥，踮咧紐西蘭的奧克蘭儕大學做福音工作 ，Student Life。因嘛要引帶20幾個學生，佇今年11月、12月到泰國做宣教有6禮拜久。咱佇奉獻甲大島的中間來相甲支持，嘛含因的交流，會幫助咱教會的青年人開闊上帝國宣教的眼光。平安。所接講道，請柯牧師。感謝上帝，互咱會當三甲組織也同家。閣一擺倒轉來厝的，敢若親像謝牧師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，互咱會當逐禮拜轉來拜天父上帝家。昨昏感謝上帝，互咱的兄弟本理上安享個別禮拜甲安葬，攏會當平安順利。月娟節吼，月娟節啊，閣係迄個囝甲新婦吼，因在咱中間，咱拍破閣一擺歡迎因，吼，請謝。也真感謝真濟兄弟姊妹，特別是上上義團契，吼，甲招待服侍的同工，甲因的陪伴，過來當然真要緊，嘛要統計因一家人新的生活，因若要毋通敢若少年本理，毋茫踮咧教會的團契生活中間，因會當領受到儕天父上帝統計咱兄弟姊妹所互因的疼關懷，甲互相的鼓勵。另外，咱真要緊哦，個4禮拜就是感恩節，咱感恩節有一個感恩的見證會，你今仔日就愛想看你要帶倒一個福音朋友，所以這2禮拜會當趕緊報名，關懷事工部會準備遮個，無論是佇見證會過程，也是咱準備遮個禮物，所以咱毋茫你今仔日就囥個祈禱，毋若咱家己對遠遠的所在倒轉來。咱嘛毋茫會當帶你的福音朋友，有機會伊嘛會當倒轉來，即囥個咱每一人祈禱的中間，甲咱的行動。所以除了週報，甲咱拄仔所分享遮個事工以外，也包括咱家己本身，無論是你的身體、心神的健康、家庭，還是你的手所做工，擺列佇主的面前，即時請咱起立，開咱的心，也開咱的嘴。咱同齊祈禱，親愛主上帝，我感謝你，互阮會當領受你極大的疼，懇求你閣一擺，互阮會當回來佇你的面前。感謝你，也要互阮會當在這款世界混亂的時陣，阮知影了上帝，你坐佇最王，幫助阮主啊，尤其是特別為了阮遮個囡仔、遮個少年人，阮來祈禱，懇求主你賜福看顧。願你因帶保守，也互阮逐個人也學習來做你面前來向你祈禱，主是懇求。親愛爸爸上帝，阮感謝你。雖然大水泛濫，雖然疫情影響，雖然世界局勢變化有戰爭，儕的挑戰，也據阮知影。也互我上帝你坐佇做王，主上帝你是歷史的主宰，
愿要坚定来挖苦你。恳求主通过今仔日，愿到你面前亲近主你，也搁一摆领受主你真实的同在，甲阮斗阵，互阮会当面对每一日的生活，每一项的功课。恳求主你看顾祝福，互阮的身体健康，所做顺利，亲像阮的灵魂伫你的面前，得到主你家己的保守、永存共款。你也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的家庭，互阮所服侍的，会当诚做水的见证，互人看到就欣赏，嘛意爱要倒转来天父阿爸的厝。愿主你的慈爱，你的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上迎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愿上主。但愿赏赐五万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但愿欢喜甲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关联来得到满满的五万。愿救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稳定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你即是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，热果聚会。